事不宜遲，係時候咧就將時間交俾現場，我哋男子重劍嘅8強賽即將上演。藍色劍道運動員葉國豪、吳浩天，裁判 Cha Eugene Wee Hon Singapore、Chiu Yan Chat Hong Kong China。黃色劍道運動員李月晨、楊寬培，裁判 Barry Ulrich Uzbekistan、Tan Yuen Hong Kong China。綠色劍道運動員舒家灣 Canton、劉浩鳳，裁判汪浩琪 Chinese Taipei、胡漢宇 Hong Kong China。咁啊，隨住而家咧喺現場嘅主持咧，亦都介紹緊我哋喺4條劍道方面嘅參賽8強劍手啦。咁啊，再同大家講翻咧，我哋喺直播畫面咧就會同大家咧係集中睇藍色劍道，由吳浩天對住葉國浩呢一邊嘅賽事。而另外咧喺佢哋嘅後方啊，就係見到黃色劍道就係由李月生對住楊君培。喺斜角方面，綠色劍道咧就係徐家煥對住劉浩峰。而至於喺佢哋側邊嘅紅色劍道就會有方海新對住黎家俊嘅賽事。咁好啦，咁啊喺呢度繼續有朱 Sir 朱霆鋒，仲有咧余翠怡同埋邱雨勤同大家一齊嚟欣賞緊挑戰杯劍擊錦標賽男重方面嘅8強賽，葉國豪對住吳浩天，朱 Sir 點稱法先？我就睇好吳浩天嘅，咁始終佢而家咧都係男重嘅老大哥啦。咁佢啱啱我見到佢啲比分咧，頭先都贏得幾輕鬆，全部對方都係個位數。咁再加上佢係一個左手劍手咧，都係一個因素嚟嘅。咁所以我都睇好吳浩天呢一場會領先啊，因為始終咧。你一個老大哥咧喺體院練咗咁耐啊，同埋佢哋配合埋好多體能上面嘅訓練，你見到佢都幾大隻，咁所以咧優勢就肯定有啦。係啦，熒光幕左邊嘅吳浩天對住熒光幕右邊嘅葉國豪。吳浩天可以話係喺男重方面咧港隊嘅2號劍手啊。喺世界排名最高嘅當然我哋介紹過啦，排名喺世界排名13嘅何偉恆啊。而至於吳浩天目前咧喺世界排名咧已經係排緊喺第32位啊，亦都係本地第4排名嘅目前嘅劍手。好，咁你見到咧吳浩天咧，佢揸住把槍柄咧，嗰個擊打嘅力量係好大啊，會即刻打走到葉國豪把劍。咁呢個衝刺亦都係好有力量啊！你見到個速度。咁你可以見到咧，佢個大髀咧都比較粗啲啊，所以你見到佢爆發力係好強。咁不過剛才咧，葉國豪咧都好專心啊，做到一個頂刺，然後攞個互相得分，咁1比1。咁呢劍咧，吳浩天咧把握到。首先佢指住佢個6號位，然後轉翻去4號位吉落去。當葉國豪想頂翻住條線路嘅時候咧，佢轉咗入去打啦。好，呢劍葉國豪咧有少少緊張啊，做咗個衝刺，但係咧刺唔中對方，俾對方保中得分。咁啱啱個劍咧都其實對方嗰件衫咧都有喐動到啊，不過可能個劍尖未落到去個身體上面，所以就着唔到燈。咁因為咧重劍得分嘅劍都係得個劍尖可以攞分嘅啫。咁頭先咧係把劍身掂咗落去，咁所以咧就冇分。咁啲劍咧都係一個吳浩天嘅衝刺進攻，咁葉國豪咧做一個頂刺，咁同時得分。咁去到
8強嘅賽事啦，咁其實都係即係見到好多港隊叫做主力嘅男重成員，其實都入到8強。咁同埋喺嗰個技戰術嗰個層次上邊呢，對比翻我哋之前有直播嘅，譬如32強嘅賽事啦，其實就會好明顯睇到佢哋嗰個技術含量嘅分別啊。體型都差好遠啊！你話嗰啲爆炸力啊，各樣嘢，因為始終你技術層面之餘咧，你嗰個力量都好緊要。你睇下呢個弓步打出去咧，其實可能同一個普通人打個弓步出去都係打個弓步，但係快好多。直情我睇到佢我都覺得攰。係啊，變咗對方咧真係冇反應。咁啊，呢劍又係靚劍啦，啊吳浩天啦，咁啊趁葉國浩出嚟嘅時候咧，就做咗一個我哋叫做點手啊，仲叫做點前手，係一個可以形容為好靚嘅一個動作啦。咁啊，比分已經領先去到6-2啦。咁啊，相對嚟講，其實你見到啊吳浩天，哇，好似嗰個移動嘅頻率啊、幅度好似好大喎，甚至乎佢個所謂叫劍尖嘅控制，好似個動作好大喎。但係其實佢個動作大係有一個意圖性，而係通過一個大嘅動作，就係去引你入嚟開展個進攻，然之後佢再做一啲嘅跟進嘅動作，甚至乎好似呢啲咁樣樣防守還擊啊。咁啊，頭先嗰劍因為係過咗人啦，先至擊中，咁所以就唔算嘅。你可以見到咧，吳浩天嘗試將個比賽節奏帶得好快，咁亦都好湊效啊！你見到葉國豪有少少失措啊，即係對方一進攻埋嚟咧，都未有時間。你見一啱距離，我哋即係逐啲講句就夾硬就成把劍就刺入去啦。係啊。咁對於葉國豪係好，即係會好難打，因為咧對方把嗰條線太硬淨啊。係啦，又係左手嘅叫做我哋叫做 classic 嘅線路啦，喺外線壓入去，有少少對抗4嘅一種感覺，又係刺到葉國豪嘅手啦同埋肩膀嘅位置啦。係啊。咁啊，已經第一節完咗，比分呢已經係8-2啦。咁同埋嗱，我哋都見到一啲所謂叫做有國際比賽嘅運動員，同埋一啲相對比較少啲嘅啦。咁阿天已經好識得利用過1分鐘。嗱，喺本地賽可能教練指揮未必有，不過首先就要攞張凳嚟俾自己坐一坐、唞一唞。咁你見到葉國浩都係即係比較斯文少少啦，就冇去擔張凳嚟坐嘅。呢個老大哥就梗係輕鬆啦，你睇下。你睇下佢嘅坐姿，即使佢係呼吸有少少喘氣，但係都睇到佢嗰嘅從容不迫嚇。係啊，咁頭先都係啦，其實見到佢嗰個力量同速度咧，真係都唔需要諗太多，直接就擺入去。咁啊，葉國豪咧，其實佢都想擺翻個線路做一個頂刺嘅，但係咧，因為佢右手左手嗰個線路如果一樣咧，就好容易俾人撞開嘅關係咧，佢始終都做唔到一個互相得分啊，所以其實好明顯係俾阿吳浩天係壓制住咗嚟打嘅。咁啊，第二局開始咧，比分領先到8-2啦。咁啊，唔知道呢一場嘅8強賽會唔會2節就已經可以完成15分呢？哦，呢劍好專心啊！其實啦，吳浩天係擋唔到佢把劍嘅，不過佢咁啱補一下落膊頭，咁啊都可以補得到個互中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精英訓練嘅效果啊！就係我第一下做唔到咧，第二下個專注力補翻落去，可以做一個雙燈。係啦，咁你見到啊吳浩天佢嗰個距離同埋步伐嘅控制，一拉快速一拉，係後腳係完全可以停得切啊！咁啊，而家個節奏相對慢咗少少，咁啊等阿葉國浩一上步入咗距離嘅時候，吳浩天做一個簡單嘅直刺，咁又攞到一劍啦。係啊，呢一場咧，阿吳浩天咧相對都算真係輕鬆啊！雙方始終喺嗰個技戰術能力上邊都係有一個分野嘅。咁啊，啱啱有一劍同時刺中啦。時間都仲有差唔多2分鐘。咁啊，啱啱吳浩天想做一個簡單直接刺手嘅進攻啦，俾阿葉國浩做咗少少一個對抗6，咁啊刺到手嘅位置，追翻1分，5-11。咁啊，葉國浩都需要真係拉後去擋啊！如果唔係咧，如果距離太近咧，
以吳浩天咁硬淨咧，都好難擋到啊，因為佢塞把劍落嚟，你都要擋得到、擋得開先得啊。咁啊，呢劍都係嘅，葉國浩捉到一個拉後啊，再加埋一個防守，咁先可以化解到啊吳浩天嘅進攻。好，咁啊睇下葉國浩可唔可以追得翻上嚟啦？咁啊比分漸漸啊拉翻近啲啦。咦，咁睇嚟你見啊葉國浩有少少趌下，可能嗰個抽筋嘅情況有機會有出現啊。咁啊睇下佢點樣處理呢啲劍啦。咁啊吳浩天連續失咗3劍，咁嚟緊點樣去處理呢？咁啊直接大公步出劍，咁啊雙方都係同時刺中。咁啊，之前都有講過啦，因為重劍嘅話又同時得分啦，亦都係睇邊一個最快攞到15分就會贏。咁啊，對於吳浩天嚟講嘅一個領先嘅優勢 ，double 絕對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啊！係啊，始終佢力量強咧，佢直刺埋佢咧係最簡單得分。而葉國浩咧，你睇下佢其實咧佢。如果直即係做一個頂刺咧，好容易俾人霸住咗個線路咧，咁變咗佢要做好多啲防守，但係佢又揸直柄咧，變咗佢個力量就唔係好夠啊！所以其實如果即係吳浩天嘅話，可能真係最簡單直刺塞埋去咧就最。咪有一個衝刺啦，雙方同時刺中，14-9啦，領先度。咁啊，相信係第二隻隻應該可以完成到呢個比賽㗎啦。嘗試做個防守還擊，防守還擊還唔到。身體接觸，裁判嗌停啊！吳浩天想做一個比較華麗啲嘅防守圍擊，去完成呢個比賽啊！咁但係咧，葉國浩都好穩陣，係啦，唔俾你落到手，卡住你。哇！忍唔住話咗一聲，因為呢劍真係靚劍。係啊。咁啊，浩天趁阿葉國浩出嚟嘅時候，做咗個6對抗，超級靚啊！刺到手嘅位置。咁啊，15-9。勝出咗呢一場嘅8強賽事，率先就打入咗呢一個嘅我哋叫獎牌戰啊！咁啊4強啦。咁啊，亦都提醒各位，咁啊今日咧我哋喺挑戰杯錦標賽方面啊，咁啊由喺128強開始咧淘汰戰直落到去決賽。咁啊，如果喺4強戰落敗嘅咧，就不設季軍戰啊，咁啊直接咧就係會決定冠亞季軍誰屬，同埋咧就有雙季軍。預期當中啊，天都真係冇令大家失望啊！梗係唔會令大家失望啦。咁因為其實即係講緊我哋即係國際劍聯嘅賽季差唔多係去到尾聲啦。咁啊大獎賽世界盃咁其實已經完成咗啦。咁啊嚟緊就會進行各個州嘅洲際錦標賽啦。咁啊亞洲錦標賽呢，亦都會喺6月嘅時候呢，喺呢一個印尼嘅應該係叫塔里地巴里咧，係啦，就喺巴里嗰度進行嘅。咁啊，巴里原來除咗係可以係風光如畫同埋度假勝地之外，都可以咧去嗰度睇呢一個嘅即係亞錦賽啊。咁啊，吳浩天呢，亦都係上一年嘅亞洲錦標賽嘅銀牌得主嚟嘅。